最近大病院拢传出讲，这药师骹手无够情形。以台南基比病院来讲，药师一工平均就要夹150位化疗患者药啊。这届病院甲业者来合作，研究出全台湾头一台化疗药啊智能调配机器手骨，会当减少这药师的工作量，夹药啊也变较准，而且会当兼顾到药师的安全。多数病院咧调化疗药啊，由原来靠人工，即摆全台头一台国产的智能调配机器正式启用。药师伫因无确定药品，机器才开始调配药啊。机器的手骨会照剂量来经针头，佮会甲抽出来药品摕去称重，做相同的确定。整个过程只要5分钟就配好势。机器人就是会很精准，人没有办法那么精准。所以，尤其是对你这样做化疗，会觉得更有帮助。对。那这个相对之下都可以节省药师在调剂 loading 上面的负荷。这样子的结构环境工作的优化之后，其实药师也慢慢回流到医院里面来。那多余的药师能力，大家就可以回归到真正去做其他的癌症病人的临床照护。面对护理师甲药师骹手无够的问题，基比病院甲工地业者合作，开2400万来开发这台智能机器。病院表示，调化疗药啊，因过调要3个药师全副武装落去调，一工平均来处理150张处方，对因来讲负担真重。虽然机器速度无人工的紧，不过安全性加较悬。因为人工调配，有往有可能因为人为操作真差，嘛通减少药师长时间伫高风险环境咧操作。它的剂量可以非常的精确，所以这个化学治疗的药物就可以达成它预期的效果。它对病人是非常的好的，因为它的剂量、它的药物的种类是非常的精确的。这是一个密闭的洁净式空间。药不会外溢，是负压吸走，对医护人员不会有伤害。同时，我们人外面的细菌不会跑到药物里面。病院讲，目前这台新机器已经成功调配1000件的化疗处方，涵盖病院70%的化疗需求。南科管理局嘛讲，会协助把这台机器杀去国际市场，让台湾医疗伫国际上通出头天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